午後的陽光透過病房百葉窗的縫隙，在雪白的床單上投下一道道平衡的光山，像極了一本攤開的族譜。89歲的謝賢靠在升起的病床上，氧氣面罩下的呼吸時而急促時而綿長，監護儀上的數字跳動得不疾不徐。房間裏站滿了人，謝霆鋒垂手立在窗邊，拇指磨意志地摩挲着褲縫，目光落在父親枯瘦的手背上。謝婷婷紅着眼眶躲在大哥身後，指甲合進掌心。迪波拉坐在最遠的沙發角落，手裏攢着一串念珠，嘴唇一動着卻發不出聲。而王菲就那麼獨自站在床尾，黑色長裙襯得她面色越發蒼白，左手磨名指上空空蕩蕩，那枚戒指3天前摘下來時，在指根留下一道尖尖的白痕。所有人都知道今天要發生什麼。3天前謝賢從第2次中風昏迷中蘇醒，拔掉胃管後的第一句話就是讓所有人都來。迪波拉連夜重溫歌華飛回，像柏茲推掉了橫店的殺青戲，連遠在澳大利亞鬥輸的謝霆鋒長子謝震軒都被叫了回來。此刻這個17歲的少年貼着牆根站在門邊，眼神在奶奶和父親之間來回游移，最後落在王菲身上時，帶着一種年輕人特有的困惑。他不明白為什麼這個每次見面都會笑着問他最近又長高了沒有的女人，此刻會成為整個房間最冰冷的存在。謝賢忽然抬起右手，指尖顫巍巍地指向床頭舉。謝霆鋒快步上前，從抽屜裏取出一本暗公式燙金封面的線裝冊子《謝氏族譜》。這本冊子有60多年歷史了，謝賢的父親謝仕強在1949年南遷時用蠅頭小街續寫的。後來謝賢每次添丁進口都親自執筆，墨色沖清莊年的濃黑，寫到晚年的淺灰。他把冊子接過嚟，翻開最後幾頁，指尖劃過謝霆鋒的名字，在妻那一欄停讀了。那裡原本只寫着像柏茲3個字，旁邊的小字注着玉二子、震軒、震南。而在另一頁，屬於謝賢自己的伴侶欄目裡，有人用鉛筆輕輕寫過王菲二字。不積捐授卻帶着猶豫，後來又被橡皮擦去，留下印約的凹痕。拿不嚟。謝賢的聲音像是從沙紙上磨出來的。謝婷婷哭着遞過一支英雄牌鋼筆，筆帽上旋帶着謝賢常年把玩留下的包裝。老人拔開筆帽，筆尖懸在族譜紙面上方，手腕抖得拉開，墨水滴下一滴，在像柏茲的名字旁印開一小團黑雲。他深吸一口氣，似乎要用盡全身力氣才能握住這支比手術都還輕的筆，然後緩緩地在妻那一欄原本空着的位置寫下了張柏芝的名字。寫完最後一筆，他把筆往地上一扔，抬起眼來，目光如釘子般盯在王菲臉上。謝家的門進進出出幾十年了，也該有個了斷。王菲的身體微微晃了一下，左手下意識地扶住了床尾的金竹欄杆，指節因為用力而泛白。他張了張嘴，卻沒有聲音，喉嚨裡像是塞了一團棉花。謝霆鋒猛地抬頭，腳底像被釘在了地板上，嘴唇一動，爸，這一個字拖得很長，尾音在病房裡打了個旋人，最後消散在監護儀規律的滴答聲裡。迪波拉手裡的念珠突然斷了線，檀木珠子裡啪啦滾了滿地，有幾顆骨碌碌滾到王菲腳邊。他低頭看了一眼，又緩緩抬起來，對上謝賢那雙渾濁卻銳利的眼睛。整個房間的空氣仿佛凝固了。窗外有救護車鳴笛經過，尖銳的聲音由遠及近又由近及遠，像是一把刀挖開布匹又迅速合攏。謝震軒下意識地往牆根縮了縮，手機屏幕旋亮着，停留在和弟弟謝震南的聊天界面。弟弟說哥你發個定位給我打車過來，但他字字沒有發出任何消息。謝賢把族譜合上，手掌按在封面上那行燙金小字廣東謝氏宗譜上，指節因為用力而凸起如竹節。我謝賢這輩子大風大浪見得多了。老人的聲音忽然清晰起來，像是回光返照般有了力氣。16歲進片長跑龍套，22歲演留下山水喉，紅遍香江。40歲轉型做老闆開電影公司，65歲拿金像獎終身成就獎。他讀了一下，胸腔裡發出風箱般的呼嚕聲，
可我這一生最大的成就，不是拍了400多部電影，而是有了霆鋒，有了振軒、振南這兩個順子。他的目光轉向張柏芝，他站在人群最後面，穿一件素淨的白襯衫，長髮重重挽在腦後，眼角細紋在燈光下清晰可現，但整個人安靜得像一尊瓷器。柏芝俊謝家那年才22歲，生了振軒後落下月子病，大冬天跪在地上給我擦地板，就因為我說了一句地磚縫裡有灰。後來他和霆鋒離婚，每年過年照樣帶着2個孩子回來給我合頭拜年，紅包從來不收，說爺爺留着給孫子們上學。這12年裡，他一個人帶大2個孩子，推了多少戲約，熬了多少夜，我躺在病床上都聽阿瑪講過。他說到阿瑪時，狄波拉猛地抬頭，嘴唇囉嗦着，眼淚無聲地滑下來。謝賢又喘了幾口氣，目光重新回到王菲身上，那眼神裡有一種複雜的情緒，不是純粹的恨，更像是一個老人在生命盡頭對秩序的最後擁護。亞菲，他忽然用了一個親昵的稱呼，讓所有人都愣住了。你和我兒子兜兜轉轉20年，我不是不知道。你們好，我從來沒說過半個不字。但謝家的族譜，從我父親那一代起，只記載明媒正娶進過祠堂門的媳婦。你和霆鋒，他停住了，下面的話在舌尖上轉了3轉。謝霆鋒突然開口：我和亞菲從來沒有領過證。這句話像一塊石頭投進死水裡，謝霆霆倒抽一口涼氣，狄波拉的念珠繩徹底斷了線。王菲終於說話了，聲音輕得像是從很遠的地方飄來。霆鋒，別說了。他的眼眶紅着，但始終未有掉下淚來，那種克制裡帶着一種接近儀態的尊嚴。謝賢沒有理佢兒子的插話，繼續盯着王菲：你今天來，我知道你做好了準備。但我醜話說在前面，我死後，謝家在淺水灣的祖屋，霆鋒名下那幾間商鋪，全有我這些年攢下的古董字畫，全部留給柏芝和2個順子。至於你，他抬起枯瘦的手指，搖搖點了點。從我病房走出去之後，別再踏進謝家祖宅一步。王菲閉了一下眼睛，病房裡靜得能聽見輸液管理液體滴落的聲音，一滴2滴。像是時間的脈搏在倒計時，他想起很多年前1994年的紅磡體育館，他穿着黑色吊帶裙唱，執迷不悔，台下有個18歲的少年舉着燈牌尖叫到失聲。那個少年後來成了他生命中最曲折的一道切印，他們分手復合，又分手又復合，像兩列在環形軌道上不斷錯車的火車，始終找不到平衡的時刻。直到2014年，他們在北京某間公寓的廚房裡重新牽手，窗外是灰蒙蒙的霧霾天。他煮了一鍋泡麵，他往裡面打了2個雞蛋，2個人就那麼蹲在地上分着吃，沒有婚禮，沒有戒指，沒有昭告天下，只是微信上發了一張背影照，那是他們能給彼此的全部儀式。現在這個儀式在一本泛黃的族譜前被徹底否定了。謝霆鋒的手終於動了一下，他走到床邊，試圖去握父親的手。爸，族譜的事我們以後再商量，你先養病。他的手指剛碰到謝賢的皮膚，就被老人猛地甩開了。謝賢的力氣大得驚人，監護儀上的心率瞬間飆到120，警報器發出短促的蜂鳴。狄波拉從沙發上彈起來，衝過嚟按住謝賢的肩膀。你別激動，醫生說要靜養。謝賢卻盯着兒子，一字一句地說：你讓開！我今天把話說完，明天就是閉眼也值了。他重新翻開族譜，翻到最後一頁的空白處，那裡原本預留了給未來後代續寫的空間。他拿起那支被扔在地上的鋼筆，筆尖再次懸在紙面上，這一次手腕穩了很多，仿佛剛才那一番話好盡了他最後的不安。他寫下：謝氏家訓，族人分配須經宗祠登記入冊，方為合禮。非經此途，不得再譜，不得分產，不得入祖墳。每一個字都寫得極慢，筆畫卻意外地遒勁，像是用骨頭在刻，而不是用墨水在寫。
寫完最後一個粉字，他長出一口氣，把族譜往床頭舉上一放，整個人像被抽空了的氣球，遠遠地靠回枕頭上。像柏茲終於動了，他從人群後面走出來，鞋跟踩在地磚上發出清脆的聲響，一步兩步走到床頭舉前，伸手拿起那本族譜。他的指尖在像柏茲三個字上輕輕摩挲了一下，嘴角動了動，似乎想笑卻沒能笑出來。然後他轉過身面對王菲，開口說了今天的第一句話：亞菲，我們聊聊吧。語氣平靜得像在說今天天氣不錯。王菲抬起眼來與像柏茲對視，這是兩個女人10多年來第一次面對面站得這麼近，近到能看清彼此眼角的紋路和瞳孔裏倒影的對方。像柏茲比王菲矮半個頭，但隻背挺得不直，白襯衫的領口翻得整整齋齋，頭髮上別着一隻黑色的細髮卡，那是謝震軒3歲時在街邊小攤上買了送給他的。他別了14年。王菲忽然想起那年他和謝霆鋒在巴黎被偷拍，照片登上娛樂版頭條的當天，像柏茲正在橫店拍一場語戲，在冷水裏泡了6個小時，收工後抱着發燒的謝震南趕去醫院，狗仔圍堵在急診室門口問他如何看待風飛復合，他只說了一句我危只燒到40度，清揚揚。柏茲，王菲開口，聲音有了些苦沙啞。你不用說了，我知道你的意思。像柏茲卻搖了搖頭，把族譜輕輕合上，放回床頭舉。你不知道，我今天來不是為了聽爸說要把遺產留給誰。我這些年賺的錢夠養大2個孩子，謝家的產業我從來沒想過要一分。他停了一下，目光掠過謝霆鋒的臉，又快速收回來。我只是不想讓2個孩子以後翻族譜的時候，看到他們的母親是被人撕寫着寫上去的。這句話讓整個房間的溫度就降。謝霆鋒猛地轉過頭來，盯着像柏茲的後背。柏茲，你。像柏茲沒有回頭，只是繼續說下去。爸，你今天寫我的名字，我感激。但你說讓亞菲滾出去，這句話我不能認同。我和霆鋒離婚是12年前的事了，這12年裡，他有過他的生活，我也有我的路要走。族譜上可以寫我是謝家的媳婦，但謝家的門不能因為我的名字就關上其他人的路。謝賢的喉結上下滾了滾，似乎想反駁，卻發現那些話說出來都是徒勞。他望着像柏茲的背影，突然覺得這個女人真的長大了。當年那個跪在地上擦地縫的年輕媳婦，如今站在他面前，不卑不亢地擁護着另一個女人的體面，而那個女人，恰恰是他前夫20年嚟放不下的那個人。王菲的肩膀終於鬆了下來，她向前走了一步，走到像柏茲身側，2個女人並肩站在謝賢的病床前，像2道完全不同卻又意外和諧的光線，一道是清晨的白，一道是黃昏的紫。謝先生，王菲重新用了這個客氣的稱呼。我今天來不是來爭什麼名分的。我47歲了，唱了30年歌，愛過幾個人，也被幾個人愛過。謝霆鋒在我生命裡佔了很大一塊地方，但這塊地方不需要一本族譜來證明。他偏過頭看了謝霆鋒一眼，那一眼裡有太多內容。1994年紅磡台下的少年，2000年花樣年華，姜公宴上牽住他的手；2003年分手時，他在機場戴墨鏡遮住紅腫的眼；2014年那碗泡麵裡浮着的蔥花。我從來沒想過要進謝家的祠堂，我只想在他累的時候，能有個地方讓他坐下來喝杯水。謝霆鋒的聲音終於從空腔裡迸出來，帶着一種壓抑了太久的撕裂感。亞菲，對不起。王菲抬手制止了他。你不用道歉，你沒有做錯任何事。族譜是你父親寫的，他有他的規矩，我們有我們的路。他轉向謝賢，微微欠了欠身。謝先生，你放心，今天出了這扇門，我不愧再主動踏進謝家祖宅一步。但震軒和震南如果來找我，我不愧躲。他們叫了我7年的非姨，這個稱呼就夠了。
謝賢的呼吸忽然急促起來，監護儀再次發出警報。迪波拉趕緊按了呼叫鈴，護士推門進來查看儀器數據。混亂中，謝震軒衝牆根走了出來，走到王菲面前。這個17歲的少年已經比王菲高出一個頭，肩膀寬寬的，像極了他父親年輕時的輪廓。他低頭看着王菲，嘴唇吻了又吻，最後輕聲說：菲姨，我18歲生日那天，你說要教我彈吉他的，算數嗎？王菲擰了一下，隨即笑了。那笑容在午後的光影裡顯得格外柔軟，像是冰面上突然裂開一道縫，露出底下流淌的春水。算數，他說。謝震軒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疊得方方正正的紙，遞給他，這是我媽讓我給你的。王菲展開那張紙，上面是張柏芝的筆跡，墨水是藍色的，字跡有些潦草，像是匆忙間寫的。阿菲，去年震軒在學校被同學笑你爸不要你媽，他在廁所裡哭了半小時。後來你託人送了一把吉他給他，他抱着那把吉他練了3個月，在學校晚會上彈了，因為愛情。那天他回來跟我說，菲姨讓我知道，被愛不是非要一個名分。謝謝你。王菲把紙條折好，放進自己口袋裡，抬頭時與像柏芝的目光撞在一起。兩個女人同時微微點頭，那是一種無聲的和解，不需要道歉，不需要原諒，只是因為共同愛着一個少年，所以願意在彼此的生命裡留一扇虛掩的門。病房裡的混亂漸漸平息，護士調低了警報音量。迪波拉把散落一地的念珠一顆顆撿起來，放進自己手包裡。謝賢靠在枕頭上，眼睛半合着，胸口的起伏比剛才平穩了許多。他忽然開口，聲音像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阿菲，你過來。王菲走到床邊，俯下身，聽見老人用只有2個人能聽見的音量說：我查過族譜了。我爺爺那輩有個姑姑嫁給了徽班子的武生，沒進祠堂，後來族譜上只在旁邊注了一行小字：配某氏，未錄。我小時候問父親為什麼不錄，父親說：錄不錄都在血脈裡。王菲直起身，眼眶終於紅了。她沒有再說什麼，只是伸手替謝賢把滑到胸口的鼻角往上拉了拉，然後轉身朝門口走去。謝霆鋒跟了2步，被他用眼神制止了。他推開門，走廊裡的白熾燈迎面撲來，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身後傳來謝震軒的聲音：菲姨，吉他課的事我記着呢。他沒有回頭，只是舉起右手揮了揮，手指在空中畫了一個小小的弧線，像一道沒寫完的音符。謝賢在病床上緩緩閉上了眼睛，他手裡旋攢着那本族譜，燙金的封面在燈光下閃了閃，像一面沉默的鏡子。鏡子裡映出許多像臉。父親謝仕強在1949年的渡輪上伏案寫字，船身搖晃，墨汁濺到了衣襟上。年輕的自己在1979年添上謝霆鋒的名字時，不沾帶着初為人父的顫抖。2007年他寫下謝震軒3個字時，像柏芝抱着襁褓中的嬰人站在旁邊，笑着說吧，這名字攰不攰太硬了。船有此刻空白處那行新添的家訓，墨跡未乾，在空氣裡散發着淡淡的松煙香。窗外暮色慘沉，斜陽把病房染成一片金黃。謝霆鋒走到窗邊，望着樓下那個黑色的身影穿過花園小徑，步履不快不慢，像他唱過的那首《匆匆那年》裡的旋律，明明是要告別，卻帶着一種奔赴的篤定。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父親說過的話：謝家的男人愛一個人就要愛到底。可他此刻明白，愛到底的方式不止一種，有人選擇寫在族譜上，有人選擇寫在吉他弦上，船有人選擇什麼都不寫，只是讓那個人在累的時候知道有一個地方可以喝水。迪波拉終於鬆開了手裡攢着的念珠繩，走到病床邊，替謝賢摘下氧氣面罩，用濕棉簽蘸了溫水，輕輕潤他乾裂的嘴唇。老人忽然睜開眼，渾濁的目光裡有一絲清明，他望着天花板，喃喃地說：我是不是做錯了？
迪波拉沒有回答，只是把棉簽放回托盤裡，握住他的手，感受到那枯瘦的指節在自己掌心裡微微顫抖。張柏芝走到謝震軒身邊，把危指歪掉的衣領正了正，輕聲說：去給奶奶倒杯水。少年應聲去了，背影在走廊的燈光裡拉長又縮短，像一條不斷延伸的路。謝婷婷蹲在地上，把最後一顆檀木珠子撿起來，放在掌心數了數，108顆，一顆不少。她忽然覺得有些東西斷了，其實是為了讓人看清每一顆原本的樣子。監護儀上的數字慢慢回落，心率穩定在每分鐘78次，血氧飽和度97，血壓正常。窗外的天空從金黃過渡到灰藍，第一顆星出現在東南方向的樓宇之間。王菲走出醫院大門時，晚鳳迎面撲來，帶着初夏的濕熱和遠處街頭燒烤攤的煙火氣。她站在台階上，摸出手機，看到謝霆鋒3分鐘前發來的一條消息，只有2個字：等我。他沒有回覆，鎖了屏，抬頭望着那火星，忽然笑了一下。他知道明天娛樂版的頭條佢怎麼寫：謝賢病床前逼走王菲續譜之爭落幕，張柏芝成最終贏家風飛戀20年慘淡收場。但他不在乎了。47歲的他早就不需要靠標題來活。他想起病房裡那本續譜的燙金封面，想起謝震軒帶給他的那張紙條，想起張柏芝站在他面前說謝家的門不能因為我就關上別人的路，想起謝賢最後那句悄聲說的錄不錄都在血脈裡。他忽然覺得這場看似狼狽的離場，其實是他這一生裡最體面的一次告別，沒有爭吵，沒有眼淚，沒有歇斯底里的辯解，只有一本續譜，2個女人和一個少年承諾的吉他課。出租車來了，他拉開車門坐進去，報了個地址。車子駛入車樓，尾燈在暮色裡拖出2寸公式的光痕。後視鏡裡，醫院大樓的輪廓越來越小，最終縮成地平線上的一個小點。他靠在座椅上，閉上眼，耳邊仿佛響起謝震軒練了3個月的因為愛情前奏，那幾個簡單的和弦被少年的手指撥出來，生澀卻真誠。而在病房裡，謝賢終於重開了那本續譜，任由他從指間滑落，跌在被子上，翻開在剛寫下的那首家訓上。墨跡已經乾了，字跡在燈光下泛着幽暗的光。他忽然覺得自己用了一輩子去維護的那些規矩、秩序、宗法，在生命盡頭看來，不過是一張可以被風牽動的紙。真正留下來的是張柏芝跪在地上擦地縫的那個冬天，是謝震軒在晚會上彈吉他時台下同學的掌聲，是王菲替他拉鼻角時指尖的溫度，是此刻迪波拉握着他的手，掌心裡傳嚟的60年的溫度。夜色徹底降臨時，謝霆鋒走出了醫院大門。他沒有開車，而是沿着王菲走過的路慢慢走，步子很沉，卻帶着一種釋然。他掏出手機，給王菲發了一條語音，只有5秒鐘。他說：阿菲，我媽說明天包餃子，你愛吃的韭菜雞蛋餡。語音發出去，他站在路燈下，看着屏幕上的已讀2個字，等了很久。然後手機震了一下，王菲回了一個字：好。那個字在夜色裡亮了一下，又暗下去，像一顆星星在雲層後眨了眨眼。遠處的街頭傳來誰家窗口飄出的歌聲，是那首《宮鬥》，音響效果很差，但旋律清晰。有時候，我卻相信一切有盡頭。相聚離開，都有時候，沒有雜麼愧永誰不朽。謝霆鋒把手機取回兜裡，繼續往前走。他知道明天那張娛樂版頭條出嚟時，父親佢看到，王菲佢看到，張柏芝佢看到，全世界都佢看到。但只有他們幾個人知道，在標題下面那些沒有寫出來的地方，有一本續譜被輕輕合上了，有一張紙條被折進了口袋，有一個少年在等着他的吉他課。而生活終究不是寫在續譜裡的那幾行墨字，而是墨字之外那些被風吹散的、被月光照過的、被眼淚浸過的空白。那些空白裡
住着所有他們愛過的人。